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验出非洲猪仔饲猪场因另外找来诊断的姓王的兽医组，并无兽医的执照，台中的检方登来调查。桃园这瘟疫线也咧起，打算是传出非法使用中国的石仔，地检署登来调查。不过，这瘟工程局是已经出面驳回。美国带动亚洲股市开盘拢起，今下晡收盘是收伫咧27993点，起461点。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非洲猪仔案件。台中的农业局又调是发现讲，验出非洲猪仔饲猪场因另外找来诊断的姓王的兽医组，并无兽医的执照。台中的检方是登来调查。原来是即阵初步是怀疑这感染源是菌，环保局是讲因5月、7月拢去即间饲猪场咧稽查，并无发现违规的事项，未来会甲伊来做个案来监控。台中5车传出非洲猪仔疫情，台中市动保处收起14到这案场了后，第一时间并无采检。市府表示，经过疫调了后，确诊到场的毋是这案场配合的姓纪的兽医，是另外一个姓王的兽医。伊虽然有兽医组的证书，毋过无兽医职业执照，是透过电话建议用药啊。根据我们有请猪农的这个亲生，我们来跟他约询哈。他是有讲到，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农业局也对猪农轰炸，猪农表示是照正常的经验，家己替猪仔做已经存的药物，是毋是因果通报？加姓王的兽医师组是毋是违反兽医师法？已经请检调介入调查。另外，猪场业者无做事上传喷催做记录，甚至规8月拢无上传。台中市府要报道些风险规范的记录。那这个老农呢，确实他在这个上传的部分比较密，所以同仁知道他这个问题，同仁也想到一个方法，我就打电话去撸他。所以他不厌其烦的去辅导他，好去道德劝说他，好让环保单位能够了解说，你每天确实有上传了这些照片或影片，如果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每天上传，那我们的稽查密度就会提高到每个月1次。环境部表示，喷的催出记录目前敢若是一个加强稽查密度的参考，无法证。市府环保局表示，对这案场3年来有14摆稽查记录，无发现问题。今年5月、7月稽查时阵，也无发现违规。加上猪农的年岁较大，对网络无熟，未来会向实行监管。市府罗秀贤也表示，应该修法，将避免喷加做疫情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猪仔禁台禁运的禁令是搁延长10天，这对好真侪做这业者是头壳摸咧烧。就像这台南真出名的烧肉饭，为着要抢猪肉是无少成本，过3声嘛是爱喙齿紧家咧继续照卖。另外是有一寡肉标店已经无猪肉，只好就停卖。烧肉放伫火炭顶原巷，看起来真好食款。但这间真出名的烧肉饭店家，干那靠烧肉饭、控肉饭甲鸡腿饭，总是请真侪人来买。不过为着要会当继续供应，头家27串大笔现金，按算甲新联络的供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一栋的冷冻猪肉。价钱就是我们原本价格的多大概3成到4成的价格，那我们也是跟他买。其实如果只有一个品项的话，真的也没办法了，因为你出来你员工的成本，然后整个店的开销啊，你不符合经济成本啊。卖酒店家出现无猪肉库存，嘛袂使干那卖高一项。这几工头家除了店面无闲，私底下大概是四界走水猪肉。虽然贵，但是上无去买有，这是一栋干那会当应付4至5天的量。另外，若无门路的店家，恐惊只好停止供应。改换其他的代替方案。明天开始就已经确定没有了。猪肉包对客人也比较习惯了，价格大家比较喜欢。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用一些什么菜包，还有像芝麻红豆其他的品项来替代猪肉包这样子。卖包的店家嘛已经打出海报，要买一顶猪肉啊，包到27尔。猪肉开始暂停肉包供应，有其他的店头嘛出现这款状况，像猪血汤店家本只会当冻5天的禁令，这阵延长嘛只好卖完准度刷。明天还不够卖，就很早就会没了，我们就都改渔网，没有办法，就只有渔网啊，就先度过啊。如果
一定有不好的哈，就休息。猪肉产销出现问题，即摆连其他肉类嘛加减受猪肉影响，出现市场绩效波动的情形，业者爱应面对问题也去真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着防止非洲猪瘟疫情拓开，现阶段是禁止用喷来饲猪，这猪仔无食就造成处理喷的芳工课变搁较重。中华县环保局就表示讲，这段时间除了把喷送去焚化炉烧掉，嘛会加运用会向食喷的笋虫来到处理。清洁队人员无用咧清理拄送到位的喷，台湾出现头一个非洲猪瘟，政府宣布全面禁止用喷饲猪。中华县逐个月平均会有500-600吨的喷，即阵除了送非洲焚化炉烧掉，嘛有一部分会交予河米清洁队利用笋虫来接喷。非洲猪瘟开始的时候，咱这个礼拜我们接到环保局指示吼，希望讲我们的量能够展开吼。应该目前伫北中华来讲，应该是可以去化这些熟处理。咱中华咱公所收的这喷一个月才有500-600吨左右，过去会送饲猪啊，即马因收的这喷主要先送去咱焚化炉来烧，啊，若有一部分送去河边一定来做迄水网来饲安尼。即阵喷的处理消化，正做非洲猪瘟重要的防疫工课之一。中华县河米清洁队今年5月引进2规个笋虫货柜厝，利用笋虫接喷。即马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清洁队嘛加派卡手来处理管内喷。即马的处理拢已经来伫咱河米这边才甲咧处理啊，所以这个量已经爆量吼，所以咱这队员呢非常的辛苦啦吼，但是。咱嘛会积极进来甲伊消化掉。每一个月最大化可以处理到300吨左右了所以希望民众免烦恼，甲恁的生熟、熟熟，照进前分类的分落好。环保局表示，目前中华县内喷的处理量无问题，请民众免伤过烦恼。但是食面的量尽量准则好势，莫有剩。倒喷的时，先甲喷水摒清气，随后的回收消化会较好处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林岱华牵涉诈领助理费挖1500万去互检方起诉，今仔去开庭，检方是传唤林岱华到案。林岱华是质疑这检方起诉不公不义，强调讲这公开审理会刑以清白。穿白色顶冠衫来到高雄电影的民进党立委林岱华为涉嫌诈领助理费案来开准备庭。法院的公开审理，让检调的暗黑角落曝光，不公不义的起诉，终将还岱华清白。专案起因，伫今年的2月，林岱华防检举涉嫌诈领助理费案，检调搜索林岱华伫立法院甲高雄服务处。去当时，林岱华也捌伫政治调查局南基站的时大声喊，政治干预司法干预初选。今年6月，高雄地检署对林岱华保地内湖啊甲通发司主持、释放地等10个人提起公诉，认定林岱华涉嫌以假助理、铺保甲办会等方式不法处置挖1500万。也毋过27早起的准备庭，林岱华对检方起诉事实拢无认罪，也提交助理间的对话记录等资料，证明家己的清白。岱华清清白白，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不管暗黑势力如何的打压，岱华终将以清白之身获得高雄市民的信任。林岱华由3名律师陪同出庭，律师主张林岱华伫参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党内初选、竞选立委连任等期间，活动增加造成助理费加班费增悬，也因为爱维持选民服务，爱由助理提供密集服务，随后加班费提悬。只是林岱华甲通发司主持、释放地之间的金流往来也好检调另案侦办。林岱华强调会以清白之心，抵着高雄市民的信任，显示伊对争取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意愿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这稳定线是也咧起，不过这阵说是传出非法使用中国的石啊，地检署正咧调查。不过这稳工程局是已经出面驳回，强调讲目前已经铺好势地砖，唔是中国制，而且这礼拜要进货石啊是对印度来的，拢总无违规使用中国材料。玉山工程咧赶工却传出指示控查表，赶工当中的G12站体地面铺设是中国厦门建庭就业有限公司的旧材，违反政府采购法免使用中国产品的规定，负责工程的通报商出面还原网。
现场施工前的3至6个月，好，我们都会重新再检查我们的一些送审文件，那我们才提出更换材料供应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石材都还没有进场，也还没有施工。这工局表示，车站内公共区域地方目前已经初步分析，营造工作地砖由建工公司提供，不是中国厂商。加拿大公共区域地边外围周边采用天然的石材，为印度进口，是由另外一间厂商金必达公司来提供的。按算这礼拜3才会进场施工。他把我们在公共区域中间部分的钢石地砖把它扭曲成说这个就是大陆前程公司的这个盗采的这种作为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针对这份预算指控沙标用中国石材指控，这工局澄清，施工进前原本协定石材供应商是厦门鉴定公司，自通报中发现产品是中国材料后，已经在6月初5主动换做国内厂商。针对这份工程证据，地检署也会分下函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个人的装备的介绍是去互立委质疑讲伤过贵，而且有的物件煞是出现同一个物件无同款的介绍，甚至有一寡重要用品，亲像是亚健的遐讲，煞是不时咧欠货。国防部长顾立雄就答应讲是会检讨。不过，毛体的军官是建议国防部爱尽量统一介绍，而且嘛爱随时通知这厂商有啥物物件咧要无啊，莫一直出现这款欠货情形。官兵操作105榴炮准备迎战，面对中国威胁，国军这几年强化实战演练，相关的用品消耗嘛变较紧。为了改善国军个人的装备，国防部为2001年开始改外包经营。国军一个人一年有9860块，会当买军用品的点数。不过，立委质疑讲，将收站部分的品项介绍伤贵，同一个商品无共军种介绍煞无共款，有的甚至称在欠货。陆海空三军对同一个商品卖的是不同的价格，那个部长您觉得合理吗？各个通用的这个部分的话，好，看下一张。我告诉他，你一位批评讲，亲像面巾的介绍都比市面上较贵，而且一条面巾空军卖90块，海军100块，陆军就要110块。另外，亲像军衫、亚战遐讲等等重要的品项，称在咧欠货。退役的军官周武平认为讲，无共军种爱捏无共色水，厂商考虑成本，才会地书介绍有争差。不过建议国防部都要介入协调，甲介绍定好好势，莫互官兵感觉无公平。毛巾的品质来讲都还算不错，但是因为不同军种可能有颜色的区分，那以陆军来讲，它是可能绿色的毛巾，燃料的部分会提高它的这个售价。国防部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去做介入？可能三军的定价尽量维持在同一个水准。就有兵嘛讲，亲像亚战遐讲，伫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可能会因为演训的频率，一双鞋几啊个月就爱换，不过来去呢，可能一双会当穿几啊年。呼吁国防部协助统计各品项消磨的程度，互厂商参考，互有需要的国军会当随买到。厂商嘛袂因为成本或者是吨货考虑，地处欠货情形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7月，丹那市风台是省长一寡家己台南的通讯设备造成灾区无信号，为着避免同款的情形搁再发生 ，NCC 是提出灾害万有要点的草案，预计这礼拜会当公布。丹那市风台7月初为假期定量，造成嘉南部分地区的行动通讯设施严重受损，连带影响信号。NCC 邀请业者启动灾害漫游，改善通讯情形。NCC 代理主委陈宗书27到2日神，强调已经甲内政部等单位开会，而且参考美国、日本的做法，7月底开始研究灾害漫游要点草案。8月份第一次启动漫游到现在，那我们已经把它完成了。那我后续会跟业者来密切来配合，所需要再修正调整的地方，我们会持续来修正。伊强调，作战要点已经伫顶礼拜签出，这礼拜应该应对外公布。民进党立委是关心，新修规划灾害进前，首先申请灾害漫游的应用机制。在灾害前就有评估说
灾害的范围来做预先的一个申请。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参考美国的一些做法，大概都是比较是属于事后机制啊，没有办法说事前说我就是要漫游。国民党立委是强调，对即马提名四个竞选一定会公正审查，也烦恼即马 NCC 委员所报告无法度推动的问题。业务没有办法运作，换照时间到了要换照，没有办法做。然后一直跟我们讲是说，哇，视听大众的权益很重要。委员的组成是多元，我们希望越多元的组成对这个会的当然就是多元。人的想法其实都跟业界的想法一样，希望 NCC 能够正常的早日正常的一些运作。陈宗书表示，目前对业界甲消费者部分影响到电视频道的上下架，要有广播电视的频监换照，差不多有104个换照限，年底会到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顶礼拜五收盘起，加上美中贸易紧张的局势缓和，这礼拜亚洲的股市开盘是拢起。台股今仔日开盘是28029点，台积电盘中是冲到1500块。也若是下晡落尾收盘时阵是收伫咧27993点，起461点。可能还是跟美国有比较大的关系啦。联准会现在大家预期它在这个礼拜应该会宣布再继续降息，这个部分就会激励各国的股市大涨。当然，美国的股市在上个礼拜五已经涨过一波，它当然也带动今天台股的上涨。今仔日台股盘中上悬是有冲到28196点，台积电的股票冲到1500块，起50块。不过，今仔日10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数据嘛出来，说是落15.16点。学者是强调讲，这并无代表民众对咱台股无信心，是反映讲民众真有警觉性。来关心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这几天犹原是湿湿冷冷，就要到拜四水气才会减少，温度嘛有可能会降到30度。不过这好天气是干那一天尔，拜五就阁随有东北季风落南，到时阵北部、东北部可能是剩无20度。也若是这中南部虽然天气是有较稳定，不过早暗的温度可能是会差到10度，就要随时注意加脱衫，注意身体状况。湿冷的天气，民众开始踏外头出门。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的富贵角，敢若18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象署也针对这方面的家人，台北、新北和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而且愈暗雨会愈大。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尤其是基隆、台北跟宜兰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山区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哦。那在中部以北、花莲、台东也是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这款落强降雨的情形，爱到拜四东北季风减弱，水汽才会减少。到时就敢若剩宜兰和东半部会有一寡阵雨尔尔。不过好天无够一天，过当天拜五就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影响台湾。到时北部、东半部佫会恢复湿冷、闪大雨的天气。下一次的水汽的增多，预计会是在31号。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之后，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加。也那温度的部分，气象署提醒，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温度拢在21度至25度之间。除了拜四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回温到30度以上。不过拜五新的东北季风加上大陆高压，温度会搁再下降，到时温度可能剩无20度。也那中南部地区日时的温度无什么变化，高温在27度至30度。不过早暗的温差真大，会差到10度。提醒民众厚衫厚被会当传出来，才袂感到。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网络顶即阵是有传一篇台大儿童病院要请人的消息，小儿甲后病房值班的主治医师1点钟煞干那900块，引起讨论。不过台大病院的院长余宗仁早起是已经有出来解释，讲这值班的毋是算点钟的，这篇文章有可能是少年的医生咧敲洗家己的台牛。顶日网络顶出现一篇引人的普文，写讲台大儿童病院小儿科加护病房的主治医师1点钟干那900块，引起外界的议论。针对这点，台大病院院长余宗仁日前出面驳回，讲台大病院医师的薪水有本薪，嘛有服务的奖励金。值班的费用是照值班的情形加起来的，并不是算点钟的。整体月级差不多23万至24万，比其他医学中心较好。北部的医学中心呢，在我们是列于前面的
1/3以上哈。其实我们整个假日值班费呢，那是优于呢那台湾哈在台北好的一个医学中心。那在我们的一个一般夜间的值班费呢，那也是排在前第2位。事实上，这几年足眼化的冲击，真侪少年医师为着未来工课发展，无愿意做小儿科的医师，嘛造成部分的病院小儿科住院医师招人有困难，连带影响小儿科加护病房值班的卡手。台北营总嘛讲，确实有小儿科的医师训练完了后，就决定离开，家己出去开诊所。那很多的选择到基层去开业。那不希望留在医学中心？我也看到了，今年4个总医师大概看起来都留不下来。那我们会继续努力，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科部或者是一间医院的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需要全民的共同来面对。因为儿科长期的给付不足，再加上儿科整体的病人的数量量体的这样子的减少。台北市医师工会发声明指出，因为少子化、机动的人数少，健保的给付有限，若要靠治疗患者带来健保收益，互收入甲支出要拍的病是真恶。而且强调讲，这个引人的风波，嘛反映出政府爱关心整体医疗的生态，避免未来儿童急重症、较歹治疗，也是罕见疾病等等，因为无小儿科的医师来治疗，加造另外一种国安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中用的空服员破病唔敢请假，不幸过身的案例，是引起社会大众在讨论这工课场若要请病假的时阵，会去当着刁难，也是去互威胁、影响考绩等等的状况。即阵是有9摆工会发起联署，要修这案法，要求要用法律明确来保障劳工，袂因为请病假就去影响到考绩甲奖金等等。不过，毛律师指出，目前的法律，这头家人是甲因罚了伤过轻，建议讲，若是头家唔改善，会当连续甲罚。顶个月，一个中年空服员破病，说因为公司制度无友善，唔敢请假。后来地司因误就医，伫咧10月不幸过身。这个案件嘛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有工会团体表示，虽然行政院版本的职安法修法草案有增加职场霸凌防治尊重，但是也是有欠点，要求明确保障劳工请病假的权益，袂当因为请假地司劳工受到不利对待，亲像影响到考绩和奖金等等。在病假的部分，就是这个不应该要纳入考绩，或者是不应该要纳入这个勤惰的评核，或者是不应该要拿来跟权勤做勾连，因为它毕竟是法定给予劳工的权利。所以我们其实认为说，这个部分政府其实应该要在这个治安法或者是劳工请假规则或劳动基准法里面这个进行修订，这样。已经有8个工会参与修法联署，也拿劳动部表示，若准劳工因为破病还是其他生理因素需要治疗和休困，通依法来请病假。若是雇主拒绝劳工请假，会违反劳基法，通罚2万以上100万以下。不过律师表示，这目前的法律针对企业和雇主的处罚上过轻，欠缺影响力。嘛建议，这案法修法的时，若准雇主无改善，应当甲会当连续处罚写入去条文当中。大公司来讲，伊若敢处罚一个几万块啊，可能伊的这个影响无遐大，嘛爱对这个大公司、大财团有这个连续处罚这个相关的这个修法的思考，安尼才有法度讲真正落实，或者劳工或者是公务人员真正破病的时阵，请病假有这个法律可以做靠山。另外，针对这案法职场霸凌专种的修法，工会团体嘛要求调查机制爱利益回避来确保公正，前后申诉通报也要公开透明，来强化预防职场霸凌。工会团体嘛表示，为了争取劳工的权益，会继续抗争。所以一礼拜，因嘛会拜访各党派的立委，希望把劳工的诉求放入去修法的方向。记者卢尚珠、王兴忠台北报道。第三方支付是真利便，不过却嘛去互非法的集团利用，用来洗钱。司法部法务部长单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业工会是做伙开记者会，要加强管理，同齐主动洗钱。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提供多元方便的付钱管道，包含亲像信用卡、路卡、飞机票号、超充代买交钱等，促进微型电商的发展。不过，却传出破获犯罪集团看重多元方便的支付管道，方便缴获集金，进一步锁定第三方支付做不法洗钱行为。这个第三方支付现在其实是一个许多民众每天都在使用，但是又不太明了的一种科技。现在很不幸的也变成一个
就是诈骗集团或者是一些歹徒，他是洗钱或者是进行诈骗的一个工具。为咗招募发射前行为所发布成立了后，台湾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伫112年7月创立服务领用登录制度，确认实际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家属。114年1月开始，启动全面性实际审查甲限制查核机制。在今年，我们已经查核了49家，我们限期改善25家，其中有需要被裁罚的业者总计有8家，裁罚的金额是273万。重大违规的业者，我们也已经废止了3家。那么我们预计在下个月的月底，我们就可以完成100%的这个现地查核。3项的宣示，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第二个东西是我们产业内的自律；再来一个当然是产业的发展，因为我们要把这些不法业者剔除。产业界算是做了承诺，但现公司协力防治洗钱创新模式，工会成立向定第三方支付服务产业进入新的里程，透过营造会员算是自律，高担心业者甲主管机关之间的沟通平台，同时反映产业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环保团体早起是去行政院顶前抗议水库设供电，伊是呼吁行政院要赶紧修法禁止设供电的区域，而且嘛要把这宽屏的机制束缚更较严格。7月初，台南市风台扫来，屏东嘉东沿海的梨花太阳光电系统铺台，规个扫歹去，对海流四界漂流，上远的有流到高雄林园。在地人真烦恼这废弃的材料，会影响渔民掠鱼仔甲生态环境。另外，乌山头水库3年前拆水面亭太阳能光电棒，毛民众烦恼会污染水质，甲破坏景观。国家公园还有风景区，应该是采原则禁建、小规模自发自用，大概那个才可以免去禁建。呼吁政府正视高风险区开发乱象，然后严格的管制光电设置的一个设置区位。民团呼吁透过立法规定禁区，嘛要立日更加严格宽屏机制、甲区域管制，较袂威胁到生态，嘛确保民众安全。民团强调讲，毋是反对光电，是希望绿能要甲重点放伫咧厝顶的光电，甲都能的系统，较会当来因应极端气候。光电管理当然这相关的规划都有，但至于说这个就是说相关团体的诉求，我们还会再审慎评估。行政院表示，民团的意见会传达予负责的主管机关。经济部能源署顶一日已经发声明，讲能源转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关键。针对社会各界的疑虑，未来会持续加强沟通，伫落实政策治理甲保障民众的权益之间找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画面当中，是有人伫咧高雄的寿山骑电动独轮车，速度是真紧真危险。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这电动独轮车也有电动厨房车，拢是禁止骑伫咧路面的。不过高雄目前是有开放4个区域，互民众骑，不过民众也是有人会家骑去车路面。业者是认为讲，应该要比较电动铁马，和厨房车会当合法就路。不过民众则是认为讲，应该先甲规定设好好势，才来开放。电动独轮车伫寿山园区骑紧紧，经过媒体报道，大家才知影原来寿山是禁止电动独轮车甲厨房车骑入去的。目前台湾甲这个车算是个人载具，禁止骑去伫一般的车路。即阵高雄有4大公共场所开放骑电动厨房车，包括布置中央公园、桥头糖厂甲围堵行，其中布置园区内底拢有广告。不过也是定拄有人骑出去车路，互警方开红单。民众讲开放骑车是真利便，不过人若坐就变甲真危险。是大家人行道在走嘛都没有注意啊，骑很快到处钻，我觉得很危险。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行驶或使用。本分局于今年1月至10月份共取缔了违规13件。高雄4大园合法营业的电动厨房车有电子围篱的管制，若超出范围就会断电。不过若是私人的，也是其他业者都无法度管控。警方表示，若是骑出去车路，就会照规定上悬罚3600。有租车业者认为，电动厨房车的动力其实甲电动铁马无啥差，应该要比较电动铁马合法就路。政府会认为这电的话就是有危险性嘛，所以他会就是不想让你上路嘛。但现在有电动辅助自行车啊，可是它也是电力的，那为什么它就可以实施？想推广，对，它就是法令上
还没有配套措施做得那么好啊，所以相对的你仓促上路，等到出事了，我们再来检讨已经来不及了。电动厨房车、独轮车愈来愈实行，不过相关的法规管制绝对袂着卡步。业者讲，因伫咧造车进程拢会签约束，甲民众讲相关的规定，不过也是有人会违规。除了法条制度以外，已经规划加强对人的宣导。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咱头拄则看到这款电动厨房车引起的交通问题是全台湾拢有，所以讲消基会今日嘛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爱重视这个问题，赶紧改善。为了减碳环保，这几年有推出真侪电动脚踏车、电动厨房车、电动两轮车，伫公园、大路甚至人行道拢会当看到。消基会表示，目前台湾不管是中央也是地方政府的法律，拢无针对这款电动慢车做出明确的规范，也是立法。到底安怎使用才是合法，无一个标准。发生事故，亲像徛伫人行道弄着人，大学生徛电动厨房车伫车路，和公车发生意外不幸死亡，危险未少。相关的一些厂商会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只要提出购买凭证就可以了。他会去误导消费者说，其实你只要有合法的购买，你就可以上路哦。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哦。鼓励绿色运输呢，也要有配套好的法律制度啊，那才不会让人民呢陷于这个动辄得救，然后后果自负的一个这个情况。消基会呼吁中央爱建立清楚的规范，让地方政府来执行，也爱规划路权，做好教育宣传，加强执法，定出路权，减少事故，来保护过路人的安全。那透过这个4个面向的全面的改善，我相信我们台湾运具多元这样子的混合人车流的问题才可以去做有效的改善，那我们交通安全的问题才可以改善。消基会认为主管机关爱有清楚的法律规范，也爱要求挂牌，参考日本的做法，全面检讨标线，也呼吁爱来统计电动脚踏车、电动厨房车、电动两轮车的事故，透过分析来预防车祸。消基会也提醒民众，要买这款电动慢车进前，就要先做好功课。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是要伫咧南韩举行高峰会。也那双方的代表昨已经先伫咧马来西亚针对中国稀土出口的限制，也佮有买美国黄豆的代志来达成共识。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嘛将有可能伫咧明年新车进前访问中国。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伫马来西亚出席吉隆坡东协峰会，也是为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参席会铺路的时，伫南美中贸易谈判有重大的进展。100% tariffs if the Chinese impose their rare earth global export controls. So I think we have averted that, so that the tariffs will be averted. 就双方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和交流，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规范，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暂缓1年，同时也伫未来几年内开放大规模买美国大豆。东协峰会是川普高伫亚洲行的第一站，会后川普口气乐观地表示，会甲中国达成协议。即摆伫吉隆坡进行的美中第5轮贸易谈判，美国也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方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甫领军。即摆协议规范的达成，代表两国当然努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背心调也透露，川普真可能伫明年中国农历年进前到北京会见习近平。习近平主席也有回访华府的计划，有计是伫明年秋季。G20峰会进前，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访问新加坡，见新加坡的总理黄顺才，讲到咱台湾的议题，黄顺才是强调讲新加坡遵守一中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咱外交部针对这款言论是表达关切，呼吁这新加坡都要尊重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遵循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这份访问新加坡，会见新加坡的总理黄顺财。除了讲中国新加坡的关系异化，也讲到台海情势。黄顺财重申新加坡的一中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咱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对于新加坡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擅自对我国主权地位发表评论。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外交部呼吁新加坡尊重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切勿发表伤害台新两国长久情谊的评论。最近中国对台湾文攻的动作真多，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发几多张讲是用卫星设备台湾高解析度影像，有中国网友讲有做一种归家 APP， 和台湾人用手机导成。为台湾同胞设置的头城 APP， 我已经做出来了。国讲台北市已经有28000外人下载排第一。不过，陆委会甲司法部调查台湾甲中国的 iOS、Android 系统的平台，拢找无这种 APP， 敢若是境外假消息。这嘛正多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25日台湾国父纪念日，学者讲这是中共对台湾法律斗争的一部分，想要让国际社会慢慢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讲法。如果说今天台湾被中国光复这个概念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话，未来他要打我们台湾的时候，他就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打台湾那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光复节定为他们的这个纪念节日，也是对内争取个论述。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阁提出，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上有利。也讲台湾会伫咧经济、基础建设等7个领域更加好。指出咱陆委会反驳，民主甲专制是无可能相融合。中共这种诱骗统一的方式，对台湾人民是无吸引力。记者综合报道。德国要步步废掉核电，10月25是甲这核电厂的2座冷却塔崩掉拆掉，代表因要告别核电的决心，是有3万人到场见证这款壮观的画面。不过，自从罗西亚乌克兰的战争了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就愈来愈无稳定，所以讲这嘛引起废除核电到底敢是正确的争议。听到爆炸的声音了，2座160公尺高的冷却塔先后倒来，现场拢是土沙烟。25日跳岛过程无到1分钟，和德国先后所制定慢慢淘汰核电厂的能源转型政策，下出重要的一步。Ja, sag mal so, ich bin in der Nähe hier geboren und habe immer gesagt, es muss Alternativen geben. Und ich habe mir für Jahre lang dafür eingesetzt, dass die Alternativen auf den Markt kommen. Und das haben sie ja Gott sei Dank geschafft. Und das Balkonkraftwerk für 500 € kann jeder sich leisten. 讲到黎明港的这2座冷却塔，总共弄1800个空，用600公斤的炸药回倒来。电力公司讲，现场有3万民众来见证这个关键的时刻。这座核电厂2021年停机，25倒来了，代表自2011年福岛事故了，德国的核电退场政策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场的民众情绪真复杂，有人感慨地表真济历史，要涌入团体示威。刘报调查，核电退场是德国能源政策上大的错误。因那反核派是认为，除非有安全而且长效的核废料储存方案，那无核电也是较贵而且长期拖延的选项。Das ist jetzt nicht unbedingt das Thema AKW, sondern das Thema Kühltürme. Und das hat auch nichts damit zu tun, pro Kernkraft oder gegen Kernkraft. Hat aktuell gar nichts zu tun. Ich habe heute mit einigen Kraftwerksgegnern gesprochen, ich habe mit Kraftwerksbefürwortern gesprochen. Das Stimmungsbild ist überall ähnlich. Es geht das Stück Heimat verloren und das ist die Situation. 在冷却塔倒来了的土沙粉消退了，德国的能源政策正伫咧转型的上车路口。2022年，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就是正大的问题。尤其冬天用电量悬，每一户的电钱拢称正悬，所以即马有声音要求重新评估核能。这边的爆炸毋但是将2座建筑物拆掉，也是考验国家安怎平衡能源安全、环境责任，也有经济成本。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法国巴黎卢浮宫10月19日是发生抢劫案，有几多件珍贵的历史珠宝去互偷摕去，差不多是损失31亿的台票。即阵这案件是有重大的进展，检察官昨是宣布讲抓到2个嫌犯。西卢浮宫的游客有一寡已经听讲，进前来遮偷摕，查拉已经抓到人。相信报道这个消息的法国巴黎电报是对消息人士遐知。Oui, c'est important pour le patrimoin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Après une semaine après, ça fait tard quand même. On se demande quand même
voilà comment ça peut arriver. Mais oui, c'est important que les gars soient retrouvés, en effet, ouais. Je pense que c'est le plus important. Après, je sais pas au niveau droit loi。巴黎检察官贝库欧证实，当局有进行逮捕行动，不过并无讲掠到偌侪人或者是嫌犯的身份，也无证实是毋是立会任何珠宝，也对消息外漏出去正不满。讲这做法已经动员几多百位调查人员的调查行动，包括找被偷摕珠宝，也有掠所有的嫌犯。巴黎联播报道，有2个30几岁对塞纳圣丹尼姓来的查甫人，25暗被掠到。这个区是法国上散车的地区之一。美联社讲，有一个警官私底下讲，警方伫进前对嫌犯就已经有掌握。其中一个人被掠到的时阵，拄好要坐去阿尔及利亚的班机。其中一个嫌犯是根据 DNA 锁定伊的身份。检察官贝库欧进前捌讲，监视专家伫咧犯罪现场监视到150分的证据。罗浮宫博物馆19号查纳总入去，并且偷摕几多件馆藏的珠宝，财产损失估计有8800万欧元。查纳迄人阵是假做施工的工人，甲车停伫罗浮宫外墙下骹，用春秋楼推架升降机攻破窗仔门入去，偷摕8件珍品，包括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送予伊第2任看守玛丽路易斯皇后的阿玛丽宣就破电。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转来看国内的消息，台南7月丹那市洪灾，真侪受灾户拆落来石棉瓦，到即阵是还未清掉，民众都真烦恼，可会真做污染，伤害因的健康。行政院灾后复原前经济会所就表示讲，会倒出清运的钱。进前受灾严重的后壁区上佳冬里，洪灾过到达已经3个月过，不过也有真侪受灾户拆落来石棉厝遐，还佫一地一地放伫徛街边仔路边。在地人烦恼长期吹风曝日造成的影响，嘛认为会影响市容。晓过啊，都上风歹到，你是最近较贴尔。对。啊，迄个我唔知，都较袂安尼，较无美观啊。洪灾了后，台南市环保局在超过13000栋受损的石棉厝遐，这石棉厝遐主要拢是徛街受损产生的。另外，还佫有少数拓扑业者低调或者是牛条等等毁损，有的还未清理了，有的是因为欠工蹲伫遮造成的。讲伊有当时第一就是讲伊请无工，或者工做袂出来，变成讲这个期限政府若无这个期限的限制可能会陆陆续续1个月2个月才一地2地。封锁的部分就是民众有来我们这边申请，我们会正好给环保局环保局来派车统一去。那通常的话，我们也会都联络当地的里长拜托里长带路，这样会比较省时间。根据台南市农业局登记的资料，差不多有553搭6000栋左右的石棉厝遐还未清理。有民代讲，拓扑业的部分，那照目前的进度，要到明年3月才有法度清理完成。不过环保局强调讲，配合中央洪灾补助款拨款的进度，拓扑业受损的石棉厝遐，原底明年才清会了。经过几个届协商，环境部同意提早清运，希望会当减少污染，甲提悬清理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即站是有不少公家机关甲学校咧修剪树仔的时阵，是甲这树挖贵的错了了，树仔恐惊是较到破病。即阵县府是按算要修正自治条例，若是修剪修了伤过头，会当罚3000至3万。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罚了伤轻。学校树影边仔的青仔树加樟树，修剪的时阵规拢剃光头，树枝顶头拢无起花。学校讲是因为树仔受被虫害，树仔一直当影响交通甲附近的店，因过有人质疑过度修剪是伤害树仔。头城行政中心头前规排的树仔，6个时阵也互人用长头式的方式修剪。宜兰县这几年像这种过度修剪公有乔木的情形愈来愈多，公部门几多遍互人质疑无够专业，县府就要解决问题，明年要修订宜兰县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提草案明确定义，伫公有土地树仔拢是公有乔木，修剪时阵若甲树仔剃光头，就其叶仔根若损伤1/3以上，会罚3000到3万。当然会有一些法则的处理，那主要目的还是在希望说各个机关学校针对公有乔木的部分，能够更注重去好好的修剪，让它可以健康的生长下去。因过款团认为罚伤轻，
亲像伫原来有真侪无列伫列管老树仔的公有桥坡，若是修剪过头，或者是错掉，只敢若罚3000到3万，无符合比例原则。因为这款无列管的老树，国家挡袂掉过度修剪。树龄越高的，或者是它的冠幅越大，或者是根系范围越大的这些老树，如果万一遇到这种不当修剪的话，那它的罚则。建议就是要加重。每一种树啊，拢可能有无同款的性质嘛，袂当讲全部拢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要环团认为，县政府应该辅导所有的公家机关，伫咧修剪无同树仔的时阵，应该注意季节抑个树型。无同款的树仔应该用无同款的修剪方式。若是只敢若用修剪量的最少来制定罚则无够。县政府讲，此案已经有过会收集各界意见，按算伫明年中送县议会审议。那通过就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破过婚林赛例，甲中华溪州的赛例大桥，完工通车到今已经超过72天。这时间久来，难免就会有生鲜必顺等等的问题。两边的县政府即阵是争取到经费要补强赛例大桥。12月开始，规条桥都封起来，按算工程要做400天。这段时间是建议会当改使第一线溪州大桥来代替。涂刷的3刷仪式，摕插女仔运红色油菜伫广告顶来回擦，代表赛例大桥补强工程正式启动。跨过婚林赛例定价，中华溪州上重要通道的赛例大桥，1953年完工通车到即卖已经超过72年。最近几年所面临更高新鲜桥墩必损等通车安全疑虑。这个钢桥部分的一些锈蚀，还有一些这个。它的连接处或者钢梁的部分有做一些局部的一个抽换，那主要是针对它整体结构的部分来做一个重点的维修补强。为确保赛例大桥结构安全甲延伸使用年限，中华县政府甲云林县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维修补强工程，包括做建国径局部补强修复、桥面春秋棚修缮甲外观擦油彩等工程。重要的是它的钢构也已经有锈蚀哦，所以呢，咱这个经过设计大概需要2亿3100万。那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针对咱的这个结构的部分，给我们核准了1亿8900万。那中央补助1.53亿，那云林拿出了0.18，我们在议会的支持之下，又拿出了6000万。很期待在如期如质如度完工的情况下，能够在明年10月份之前要举办这个义政文化季之前，能够顺利圆满的完工中华县政府表示，为确保施工品质甲安全，施工期间会全桥封闭。预估为今年12月开始封桥整修，施工期约400日，呼吁用路人配合，建议第一线溪州大桥作为替代道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是发现讲，屏东的内部出现一款用黄色油菜画基管的台专区，竟然是有人黑白画起的。这款行为相当是去罚款2400块。另外，伫咧李港是出现这款2家连做伙的台专区，造成民众看甲不飒飒。工务处是认为讲，这是过去的施工单位无照起工来，会赶紧定位，卖甲迄阵的施工单位找出来。一台乌多摆停伫台专区等红灯，毋过我近一看，敢若怪怪。这个台专区用黄色的油漆画做一架，字阁写甲淡薄仔串，和一般伫路顶看到的差真济。屏东内埔乡雷东路和寮北路的路口出现，唔知影啥人黑白画台专区，是互附近的民众看甲无飒飒。占大部分是拢无啦，我住伫遮，逐工咧看。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那你为什么？因为那边有画待转区啊，真的假的？自己画的，有人自己画的。啊，我还以为是政府用的嘞。另一边，伫李港的李中路和中山路路口，明明就一个台专区，中线阁加画一条线，分做2架，嘛是互人杀无涨。伫路口做生意的头家讲，原底是画一架，毋过进前乌水港路灯铺了后，施工单位煞甲画做安尼，因为另一架超过中线，不时有乌多摆停伤出来，伫路口冤家。甲真可能嘛差不多要1年有啊，我嘛感觉怪怪，因为伊的中线，伫即个来照你讲假，你也要画假，你是中迄条白线爱浮条。擅自画设道路交通标线是违法的，不只要立即清除，
最高还可能被处以新台币2400元。针对内部的台转区，交通队表示，按照道路交通标线的规定，真正的台转区是白色四角形，宽度差不多15公分的标线。另外，李港分做2家台转区，县府公务处表示，会赶紧派人定位，嘛会找出当初的施工单位，进行责任厘清。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固定古迹家己旧感觉，为着互民众认捌过去的历史，是用内底这房舍举办活动甲展览。希望民众会当透过这互动式的活动规划，感受到旧感觉的新创意。伫家家的房舍内底，有民众伫特别设计空间内底来翕相，嘛有人参与浸水池的体验。固定古迹家己旧家觉，为着要互民众行入摆这个有100年历史的建筑，特别设计展览甲活动，要互民众对家觉有新的感受。还是蛮有趣的，就知道一些这边的历史，还有一些可能里面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样。这次体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它里面的布置就还不错，蛮有那个情境的跟那个氛围。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觉，是台湾为日本时代到搭，也阁保存真好的家觉建筑。为着要活化空间，打破民众对家觉较无好的印象，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甲展览的方式，互民众有机会来入捌家境文化。大部分的人拢感觉遮足恐怖的，无就感觉哦，这敢若一寡旧的物件伫遮，所以阮会做一寡游戏，你会使去闯关。闯关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会了解这内面有一寡趣味的监狱内面的代志。活动除了紹介家己特殊的建筑，分享内底一寡較無人知的代志以外，主办單位嘛用藝術的方式，替一寡房舍做改裝，佮設計浸水池的活動體驗。除了互民眾伫房舍感受無共的感覺，嘛希望替舊家覺空間的活法展現新的創意。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意大利羅馬競技場是用古羅馬的皇帝康茂德號名秘密通道，10月27開始，就會當互遊客入來行，體驗皇帝行過的路。也那這嘛是2000年來頭一屆開放。黃色嘅電火照佇咧院頂門，讓人感受羅馬競技場嘅宏偉加滄桑嘅美感。溫暖嘅燈光引導參加暗時導覽嘅遊客到底站這條第一遍開放嘅秘密通道。考古專家講，這條經過1年時間修理嘅廊道，是透競技場嘅皇帝包廂，古羅馬皇帝來看表演攏行這，表面攏保留原本嘅設計。Il corridoio coperto era rivestito da intonaci dipinti, da stucchi e in una prima fase anche da marmi ed era sicuramente attraversato dall'imperatore e dalla sua famiglia che arrivava così sul podio imperiale. 修復團隊認為，這條密道並不是競技場原本建築嘅一部分，是在公元1世紀到2世紀之間起嘅，這麼後面叫做公墓德通道。公墓德皇帝捌佇咧公元180到192年掌權12年。電影《神鬼戰士》嘅內容，就是用這位古羅馬皇帝做原型編出來故事。也傳說講，公墓德捌佇咧這條密道內面被暗殺無成功，讓這條通道加一寡神秘嘅色彩。為咗要彰顯古羅馬嘅歷史，燈光也特別設計過。So the lighting of this gallery is marked by two different systems. A warm light that indicates the path to visitors and enhances the beautiful marble of the walls, and a colder light recalling the natural light that used to seep through the holes on the ceiling. 唔捌對外公布過皇帝密道，經過設計暗時遊覽行程，古羅馬競技場加一種新嘅參觀方式，遊客攏講讚。The night tour, you get to sort of feel the history a little more down there. You definitely, the quietness, the stillness, it is an excellent tour.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it. 這條密道10月27日正式對外開放，希望會當吸引更加多遊客來遮。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輯。泰國的王太后過身，全國隨半期國喪1年。所以講提醒咱的觀眾朋友，若是有要去泰國佚佗，就愛順人的方式，穿較素麗。另外，有一寡活動可能是會改變時間，旅客愛加注意。
民众做伙拍相片，泰国王太后史丽吉二是破病过身，享受93岁。泰國政治高松期，機關學校攏講半旗，真濟人攏穿烏衫表達對書。เงียบเหงาแล้วก็วังเวง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มาถึงตอนตี4ตอนแรกลูกข่าวก็คิดถึง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และคิดถึงที่เราได้เฝ้ารับเสด็จ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ตั้งแต่เป็นเด็กๆ。王先生員甲政府官員進召一年高松期，觀光業部分雖然無禁止五路或者是慶典活動，不過提醒要保持嚴肅。在皇室的相关活动拍摄的时候，不要开直播，然后在拍摄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拍到皇室的成员。旅業者提醒，雖然大部分旅遊景點照常開放，不過即項元素嘅活動可能會延後。酒吧等各路場所營業時間可能有變動，建議旅客準備深色嘅衫，尊重當地氣氛，也避免談論王室甲政治議題。記者綜合報道。下半部嘅天氣變化，來看各縣市嘅詳細資料。北部地區21度到25度，中部地區23度到30度，南部地區26度到32度。東部地區21度到29度，外島地區20度到25度。接下來關心未來3天嘅天氣。感謝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